我係陳鏡源 Neil， 宏健有限公司創辦人兼董事。我喺20年前喺理工大學讀書時，得知業界係好依賴 2D 圖紙，數量多亦唔夠清晰，圖與圖之間係好多唔協調。我讀博士嘅時候，有幸跟隨李行教授研究點樣利用 3D 融入建築工程，打破平面世界溝通同管理。累積多年實戰同學術經驗後，我喺2012年走出理工大學實驗室，創立宏健，希望將學術理論嘅 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 簡稱 BIM 應用到實質項目上，解決長期困擾行業嘅問題，令建築過程更有效率。我哋為政府同企業提供 BIM 嘅應用及管理分析，包括 3D 設計、項目管理、自動化圖紙生產同施工模型等。曾參與嘅項目包括香港國際機場3跑道工程、啟德體育園、中環街市活化等。喺2004年，宏健有幸同內地龍頭檢測公司 CTI 華測檢測結合，有賴華測嘅權威性同埋內地嘅深厚根基，我哋成功將呢套 BIM 技術同埋智慧工地解決方案更快更廣泛推廣到內地市場。參與唔同國家級嘅戰略項目，包括大型交通樞紐、智慧城市園等，亦致力將內地檢測服務伸延至香港，打造中港服務融合。喺創新上，我帶領團隊開發自家嘅智慧工地平台，運用物聯網技術，將污染、濕度、工程進度等各項零碎資料進行數碼化，並開放俾所有項目參與者實時追蹤。我哋要為屋宇署開發 BIM 自動核查工具，例如消防安全、自動評估樓層逃生路徑，合乎規定，將審查時間由2個禮拜大大縮短到18分鐘，提升效率。我而家喺香港理工大學任職兼職講師，教授建築科技及數據分析、BIM 技術等，培育下一代工程及科研人才。我亦曾擔任香港建築信息會議學會主席及建造業議會顧問，協助制定 BIM 技術標準，並向政府提供專業嘅意見。最後，我要多謝香港工業總會頒發嘅香港青年工業家獎，呢個獎項推動我同團隊突破界限，持續創新，讓宏健呢間創新嘅公司成為服務香港及建設國家嘅重要力量。